如果企业需要，我们也是准备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幸福出发。抖音。漂泊在人海中，寻找梦想的灯塔，奋斗的历程里，似水年华。我们为了梦想，历经风吹雨打，压力山大，也要一起奔发。坚定信念，汇聚海角天涯，激起浪花，勇做王者的沙。抖音。